前咧，1911年咧，原來已經有直通車來往九龍同廣州㗎咯喎。係啊，但係當時嘅車程咧係需要4個鐘頭㗎喎，而收費方面咧，頭等就係5個2啦，二等係2個半，而三等咧就1個2毫半㗎。不過到咗1949年咧，由於政治因素啦，咁所以嗰陣時咧，直通車服務就停咗，直至到30年之後，因為1979年嘅4月4號咧，先至再有直通車咧由九龍開去廣州嘅。其實喺直通車重辦嘅初期，仍然只係以廣州為終點站。到咗93年就開始陸續開辦到廣東省內嘅其他城市，包括有常平、佛山同埋肇慶。不過最近常平站就由東莞站所取替。到咗97年5月，直通車服務可以話進入一個新里程，事關呢貫通九龍同北京嘅京九直通車已經正式通車啦。而家每一日都有10班直通車來往廣東省不同嘅城市，同埋隔日就有2班對開嘅直通車往返香港、上海同埋北京嘅。而其中4班往返廣州嘅準高速客車，全程都只不過係需要1個鐘頭零9個字啫，比起以前真係快好多㗎。其實除咗車程縮短之外咧，而家購買直通車飛亦都方便好多啦。因為喺上年10月開始，除咗可以喺紅磡、旺角、沙田同埋九龍塘站嘅票務處買到車飛之外咧，仲可以透過東鐵嘅直通車購票系統，使用電話購票。